今日我哋中旅亞拉嘅九龍湖睇得到新鴻基嘅獨棟別墅啊！嗱，我身後呢度咧係歐洲小鎮啊，九龍湖嘅嚇。咁我正前方呢度咧係朝西南向㗎，望翻高爾夫，望翻個湖，九龍湖嘅入口啊！呢套別墅係仲要係單邊位，景觀非常靚啊！依家馬上帶你參觀，Let's go！別墅咧一共有3層啊，咁咧地下室咧就仲有8平方嘅，入境面積係440，已經去到560㗎啦。咁一個下沉式嘅花園啊，前面花園有200方嘅，下邊花園呢度都有200幾方嚇，咁夾埋成450方到㗎啦。咁咧一個朝南向、西南向啊，呢個私家好湖啊，前面呢度係湖嚟嘅，咁湖型咧係4房3廳5衞加一個地下室。嗱，而家呢個位置咧係別墅嘅前花園位置啊，有成200幾個方嘅嚇。咁咧別墅咧係一個毛坯空置狀態啊，咁咧業主係誠心出嘅，720個即可以擁有啊。咁咧仲要係一個單邊位嘅，咁有中意嘅老細咧，評論區留言啊，老高發資料俾你。